食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健康啊，比较健康啊。我是以比较健康，然后那个爱心的立场，环真保，的地球环保。啊，比较健康，地球环保这样。对对对。然后你是选什么口味的？我选鲑鱼。哦，鲑鱼意大利面。对。那你怎么会想选鲑鱼意大利面？因为现在吃不太到鲑鱼了，就。你很实际耶。对啊，这个好像是个蛮实在的理由。就跟我们客家一样很实在这样子。对，客家血。为什么想要吃汉堡呢？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你觉得？饱足感。饱足感，吃到懂饱哈，吃懂饱。对。那日本料理为什么会想吃寿司呢？方便。懂便利哈，懂好哦。为什么喜欢吃红龟泡面？因为有很多小菜嘛。因为很多小菜就是分量比较足够就对了。OK。很饱，吃得很饱。吃得很饱，那我们就会说吃懂饱。吃懂饱。对，一起说吃懂饱。吃懂饱。OK。高热量。还有嘞。高钠含量。还有嘞。还是吃很饱，还是很油腻，还是很清爽？很饱。那我们会说吃很饱，就会说吃懂饱。吃懂饱。那说很油的话，我们就会说懂油。懂油。对，懂油就是很油的意思，这样子哈。调味好吃。然后吃起来很饱。对。那我们就会说吃懂饱。吃懂饱。很好。然后会说这个东西分量算蛮大的，就会说分量胎。分量胎。还蛮好的哦。很幸福。很好。或者说吃的很饱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会说吃懂饱。很饱。很饱，很好。还有嘞？很健康。继续只吃沙拉就很清爽。很清爽，很好。那呢，很饱，我们就会说吃懂饱。吃懂饱。那很清爽的话，我们就会说懂情送。懂情送。对，很好吃这样子。点年糕呢？你觉得年糕有什么特色？就软嫩的。吃起来很有口感。有嚼劲。那你怎么会想点泡菜锅呢？因为里面的料很多，分量很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会说分量胎。对，那你怎么会想要选炸鸡吗？对，炸鸡香，很香的懂熊哈。OK。说会不会觉得吃很饱，分量大？刚刚好。刚刚好。那刚刚好，我们就会说肚厚。嘟嘟厚。对，肚肚厚。好，你怎么会想要点这个餐点呢？怎么会想要点那个餐？一方面是便宜啦，就是便宜，省个钱嘛，对啊。真的便宜，我觉得是大家的其中一个选择，就对了。真的哦。就是台湾小吃的最有特色的东西。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哈。因为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，就是我好久没有吃了，想要去今天晚上好像可以吃一下这样。对。了解。OK。那呢就是日本料理跟寿司东后生。日本料理跟寿司东后生。觉得还蛮不错的哦。河粉。对。为什么会想要点河粉？很好吃。很好吃。东后生，对，东后生。好客家。客家哈，那我们说客家的客家话就说东后生。东后生。对，东后生好。东后生，东台湾杜诗瑶的，或是肚皮类。肚皮的。生锵。对，还蛮可爱的哈。东后生。东后生。东后生，杜志尧。对。生锵。对。生锵。懂台湾。懂张丢。对。杜世尧。吃锵。对，就是把它吃光光，吃锵哈。OK， 好。东后生。吃锵。懂张丢。懂台湾。懂台湾。懂张丢。懂张丢。对，懂张丢。杜世尧。家先生，看大家广东爱真嘅有肚脐肚是摇嘞啦，真嘅，甲行嘅肚是紧啲咸咧，这个肚是动摇哦。看到几多啥讲，真嘅东好食嘅样嘅呢。不过其实平价没懂葱油嘅哈。都係喺好食台灣便宜，都會影響到人哋做乜個嘅選擇呢個料理嘅原因咯。唔錯哦，佢呀條嘅原因應用版嚟講合法呢。冇錯，第一個就係加一開始他講到東好食。東好食。我們再一次哦，那個食是短促的，東好食。
董好食，呀，意思就是很好吃。如果糖豆太讲董好吃，你就表示哇，这间真的值得去。还是你今天做的料理非常好吃，你没做的讲董好食。我们来套用前面教过的此非词汇。没问题。做嘛该爱现赏。做嘛该爱现赏。这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生鱼片？佢可能就会讲，因为赏董好食。哦，因为赏董好食。因为生鱼片很好吃。cái chủ thể 董好食以外，没有千多人吼，要想讲用佢嘅量，分量动态。啊，错，cái CP 值动高。可能切只口数都係閃閃顏色都爆逼逼。哎呦，动好。上他講啊，真係較高調啦，但有可能。唔過咧，真正分量動態嘅時候，用扮形用客話來講咧，就係動台灣。懂台湾，我们再一次，懂台湾，懂台湾。这个 one 非常难发音，它的前面是 v， 所以你要发一个像英文的 v 的声音，后面是 one， 好 one。新馬香港車嘅感覺，係拋物線嘅感覺咯。冇錯，今日有看到青島人講，叫佢食排骨飯嘛。古時兩下就唔做嚟問順康人，假設佢根本是排骨飯，你做嚟問佢，做乜該食排骨飯？你做乜該食排骨飯？可能佢就會講，因為排骨飯動台灣。哦，因為排骨飯。懂台灣，因为呢，排骨饭吃起来很大碗，分量很大的意思。好，沙下來呢，就我們大家是講，有人佢講，唔家是按道料理，適合用版型，佢可能懂針。佢感覺懂好懂針。懂針，這意思是什麼呢？就是很棒意思。我們來一起來學一下懂針。懂針。要記得這個針，嘴巴要閉起來，用再合起來。懂針，懂針。有人家要托嘅懂皮嘅牛排，有的牛排就要有一些的皮肉，食起來就會不會那樣夾夾，唔會鹹在。食起來就懂針哦。咁就問做定問順康嘅朋友講，做乜嘅愛食牛排？做乜嘅愛食牛排？你為什麼要挑牛排呢？因為牛排食起來懂針。因為牛排食起來懂針。非常棒，假設嘅商業做商業家下有食到牛排，真嘅懂針哈。殺下來而搞太搞就係這一天當中呢，為什麼的源頭？為什麼的源頭？做乜嘅而食東西？錯，因為肚臍。我們再一次哦，肚臍。肚臍的意思就是肚子餓，就是因為肚子餓才要吃東西嘛。嘿呀。那如果肚子不餓，就不會想要吃啦。我說肚臍嘅時節，愛先買嘅東西來食啊哈。剛剛有聽懂人來讀泥態裡面，所以做的每一個，做乜嘅愛先泥態裡面。做乜嘅先泥態裡面？因為愛懂肚臍。因為愛懂肚臍，所以有可能是意大利面，吃起來比較飽足感，對不對？錯。冇錯。剛剛有人也有說呢，他去這家店，因為它是名店啊，接送啲排列嚟錯冇啊？大概就排到南，從忠孝復興站排到南港展覽館站。哇，這個這麼厲害，記住懂有名的哦。沒有錯，它就是名店。古時候喺搞太港就會講。懂有名，意思就是很有名。所以呢，剛剛那個同事呢在旁邊說，哇，他喜歡去某一間燒烤店，食烤肉。你做得冇幾個，做乜嘅愛食烤肉？做乜嘅食烤肉？因為烤肉店懂有名。因為烤肉店
董有名，非常有名的烤肉店吼，烧烤店，古时候我本印象也是在过是，不过刚刚讲到按度去料理吼，大家有上过吼，我们的美丽的特派员，搞了按度大家，你有真经过转去烤大家吗？哎，有哦，我係轉去考佢條嘅時間吼，有條一年考100分，有條一年吼，你就做得嚟看一下，佢條有乜嘅反應哦。哎呦，到底有學會大家，大家到底有學會捱到兩啥搞嘅客家話麼？兩下向下聽定捱兩啥出發了 Go！